還是自由性本惡。誰會好一天變壞？誰會兇惡變善良？要靠你取向決心。時辰就到，因果有天報。無欲會感自由，無求便沒有了爭鬥。無盡的私心愛欲，徒令一世困污痛，最怕你壞了本心。時辰就到，因果有天報。如遊戲勝出，請你付出，有結果因你付出，守規則講道理。如若你要勝出，不去付出，要結果不理後果，懲罰你。自由，無求便沒有了爭鬥。無盡的私心愛欲，徒令一世困污痛，最怕